了吧？我们可以疯狂的 shopping。你都买钱就牡丹啦呢。现在谁要带现金啊？你有带 credit card 就好啦。哎呦，买东西用信用卡很利便呐。没错 ，it's convenient to use a credit card for shopping。给大人对冇该，要不要落去 shopping Go！ 这行是太好摆了吧，那种上升感觉的感觉。继续逛，走 shopping，shopping queen。太好买了，你要买到它都累了。去休息好不好？好，没问题，没办法买那么多。It's convenient to use a credit card for shopping。信用卡买东西很利便哦，太方便了，都会刷爆。休息。In the order, we use credit card。我看到，都得用信用卡哦，真的。用信用卡，姐姐靠你了。哎，你说 use a credit card。信用卡买卡币买100呢。Thank you so much。我要买。那个信用卡，你有看到吗？店門來不大相信，现在才几点？誒，對人打開門咧，就睇到人關門，看到不要告訴東西。別人。It's convenient. Use the credit card. 哦，shopping，用信用卡買東西很利便呢，買到了一包又一包。但是我的腳酸啊，对不起哦，很累哦。好啦，姐姐用信用卡，来找一间按摩店帮你按摩，好不好？哎，我幫你。哎呦，哎呦，干儿子不错吧？辛苦喽，走，回去按摩按摩。走吧。買東西用信用卡很利便呐。It's convenient to use a credit card for shopping。我真的很担心我的卡会刷爆啊！你已經快刷爆了。